贏同輸全部都會講出嚟嘅。當時11月10號咧就講到2318中國平安咧係出現咗技術信號嘅，咁喺59個1嗰度咧係升穿咗形態嘅突破點，咁而且咧係單獨收市企穩，咁啊同行業亦都出現咗一個同步趨勢。咁當時呢個位置買完之後咧，之後中國平安的確係一個短期嘅下跌嘅，咁但係去到12月開始咧就一支箭咁樣飆咗上去啦。咁而你對比翻啱啱恒指嘅走勢咧，你會發現恒指其實係一頂低於一頂，一個微弱嘅下跌趨勢，但係平保咧其實係逆市上升嘅，咁亦都代表到中國平安咧係其中一隻嘅領導股啦。咁當時點解會喺黃色位呢個價位可以捉到呢一波嘅升勢？知道呢隻股票係有能力去逆市升呢？咁其中一個原因，以個股嘅層面嚟講呢，當時中國平安呢係叫做企穩喺一個非常大嘅關鍵位之上。中國平安呢隻股票呢，我就揸到今個月呢，就已經係116000嘅盈利啦。咁啊呢個係講緊今個禮拜一嘅盈利啦。咁啊再揸多2日，揸到今個禮拜5為止呢，咁已經去到14萬嘅一個盈利。